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7月4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根据这个中指研究院公布的数字，6月份呢，百城二手住宅均价13691元每平米，环比下跌0.75%，同比下跌7.26%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主要的城市100个城市二手房，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都是在下跌，指的是房价。当前多数城市二手房市场延续以价换量行情，百城新建住宅均价为16847元每平米，受部分城市优质改善项目入市带动。不用说了，就是上海的什么日光盘，或者深圳、杭州这些高端改善这些日光盘，受这些影响，这个百城的新建住宅均价环比上涨0.19%，这说明两个问题：同比上涨2.59%，环比、同比都在上涨，这是新房，说明现在的成交主要是集中在一线城市这些核心地段，这个也好理解。你说上海那一套房子是5000万，抵你什么4线城市、3线城市恨不得卖100套房子，人家100多套房子日光就一天就卖完。1秒卖1个亿，昨天节目介绍的这些量越来越大，而这个2线、3线、4线城市成交萎缩没有了，所以说你看是不是房价还涨了？这是新房，这就不足为奇，这就好理解。租赁住宅方面，受高校毕业季影响，重点城市住房租赁市场需求有所增加。6月50个城市住宅平均租金环比跌幅收窄至0.27%，同比下跌3.71%，租金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都在下跌，还受6月份毕业季的影响，还有所改善。言下之意，如果不是毕业季，那恐怕这个房租下跌的幅度会更大。所以从中指研究院给出来这个数字，是不是就不容乐观呢？你很难说楼市稳住了。首先，二手房还有房租的租金，这个时候同比、环比都在下降，唯有新房同比、环比在上涨。原因大家也知道了，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？还是韭菜的收入跟不上，韭菜不愿意买房。从其他的方面也能看到，通过其他的数据你比如说社保缴纳，2025年第一季度我国社保缴纳率同比下降4.7%，咱们第一季度跟去年第一季度相比，社保的缴纳比率都下降了4.7%，就是有更多的人他不交社保了，这已是连续第8个季度出现下滑。超过1800万适龄劳动者主动选择不再交纳社保，其中35岁以下年轻人占比高达63%。在很多城市，当然每个城市不一样，有很多城市你交社保最低都得交1700、1800，就是你个人要交的部分。这就导致很多，你比如说那些外卖骑手，他们本来是灵活就业，他也可以去交社保，有很多人是交社保的，自己去交嘛。但是现在人家也不交了，就按最低的那个交，人家也不交了。这个实际上就反映了一个情况，大家为了未来退休保障，一个月1700，如果是他是灵活就业，恐怕也交不到1700吧，比这可能稍微少点，1000多一点。就养老他都已经不管了，你还指望他买房？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这个。你个人交的社保账户的钱还是你的，那玩意不像买了房子会贬值，也不是说买车花掉了。消费存在里面是个人的，他都不愿意交，你就说明这些人收入在下降，一个月那1000多块钱对他来说很重要，他没有钱交。第二个，就恐怕他就认为交不合算，还是把钱放自己手上，他认为更安全。这是社保，实际上你就能看到当前什么个现状。你还指望这年轻人去买房？再看一个数，中国信通院公布5月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2371万部，同比下降22%。据中国信通院数据，2025年5月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2372万部，同比下降22%。其中 5G 手机2119万部，同比下降17%，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89%。2025年1到5月，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1.18亿部，同比下降2.8%，其中 5G 手机1.02亿部，
同比下降0.1%，占同期手机出货量86.2%。大家想象一下，这个手机的出货量都在下降，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手机是有国补，这个我记得全国各地是不是好像手机都有补贴吧？就在这么补贴的情况下，手机的出货量居然还下降22%，这什么概念？轰轰烈烈的那国补到底补哪儿去了？按理来说，你手机一补贴，那买的人就多，大家换个手机，国家给你一部手机给你补贴500、600的，那怎么手机销量同比还下降22%？没钱了，就是你补贴大家也不买，只能这么理解。这是中国信通院公布的数字，所以说你打算通过这种国补补贴刺激消费，结局是什么？它并没有消费增加。你刺激是刺激了，很多人买手机他是拿了补贴，但是这个消费并没有增加。换种说法，这些买手机的人他不是冲着你补贴买的，他是该买他就买，不该买的你补贴他也不买。所以你看，在这种形势下，你想这个房子销量还要涨，房价还要涨，怎么涨？往哪儿涨？这个中国经营报他看到一个报道，也能反映出这个2线、3线城市楼市现在什么一个情况。他的报道叫太原多个楼盘项目推低公摊房源引流，这个标题叫太原楼市探访，多个项目推低公摊房源引流，增送面积成重要营销方式。近日，中国经营报记者深入走访太原楼市，发现多个销售多年的新房大盘仍在持续推售，部分项目通过升级容积率、房屋配套等措施吸引购房者。与此同时，一些项目主打低公摊甚至零公摊概念，将阳台面积、设备平台面积作为增送面积，吸引购房者前来咨询购房。说太原楼市是众多2、3线城市的缩影，随着不断更新迭代的产品陆续入市，多年未售罄的老项目纷纷进行配套升级或加赠面积，以应对市场竞争。同策研究院联席院长宋宏卫告诉记者说，太原楼市价格方面呈现2个分化特征：一是区域分化，核心区价格相对坚挺，外围区域降价压力大；二是新房、二手房的分化。5月份新房价格指数同比微增0.9%，二手房同比下跌5%。新房价格略微上涨，主要是成交结构中改善其高端占比较高导致的。核心区价格坚挺，新一代住宅入市不断带来价格突破，而品质较差或者外围的新房依然面临价格调整压力。这说来说去，你只要把房子一买，新房的价格它总是感觉好像很坚挺，等到你一买，你再卖它就是二手房，那价格就跌，就这么简单，二手房价格就在跌。所以现在有的地方还有新房还能卖得动，纯粹就是因为叫得房率超过100%，甚至110%、120%，买个90平的房子，你能搞个30、2厅出来，这什么概念？我们再看这个财新网，它有篇报道是关于法拍房，标题叫法拍房法理情的碰撞。现在法拍房的报道是越来越多，很多人对法拍房是跃跃欲试。据国信达公布的数据，2024年法拍房为657842套，较上年增长52%，成交量163372套，涨幅11%，但成交率仅为25%。当然，住宅成交率是35%，成交金额下滑5.3%。这个住宅的成交金额下降9%，房子法拍房卖的多了，但是价格还降了。另据统计，2023年全国法院系统网络司法拍卖成交金额超过7000亿元，其中房产占比超80%。2023年全国共发行22单银行个人住房抵押不良贷款 ABS， 涉及10.7万户借款人，发行规模225亿元。这些数据使市场供需关系与价格博弈的复杂呈现，也让人们对生活、对市场、对未来产生深深的思考。法拍房看起来
是买家和卖家在博弈，背后亦有银行和法院的推波助澜。但经营不下去的企业家、创业失败的年轻人，因为企业裁员下岗失业而还不起按揭的贷款人，无法应对作为不可抗力的重大事件、事情、国情，银行按约催债几个月不还款就要法拍，法院则依法赶快受理，看起来均是对的，是依法办事，但实际上法拍房需要在法理情上加以平衡，认真评估整个生态的连锁复杂反应，反思修补制度的漏洞，切不可破坏整个市场生态。这个文章说，法拍房三方主体的困扰，就是法拍房涉及三方。第一方就是原房主，也就是债务人呢。法拍房的主要来源是借贷后无力偿还的个人房产。近些年来，法拍房数量不断增加，凸显出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和经济复苏不佳的情况下，房贷拖欠率上升的趋势。购房者放弃继续还银行的房贷，很多人有不得已的理由：第一，可能房主失业或者创业失败，家庭遭遇现金危机，不得已停止还贷；第二，可能是家庭遭遇重大变故，如家人生病，需要用到大量资金，把原本还贷的钱挪作急用；第三，如果不还贷，在个人征信上留下一笔借贷不还的不良记录，不如卖房还贷保信用。不管是哪种原因，背后可能是一个个不幸的家庭，而且涉及基本生计问题，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，如住房拍卖对个人社会形象产生负面影响，还有社交圈的调整、子女就学的变化、信用卡难申办等。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困难的家庭来说，法拍房的执行可能导致其无家可归。这些情况涉及司法公正，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民生保障。如何在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，充分考虑原住户的基本生存需求，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。我觉得最关键的还不是把房子卖掉就完事了。如果你把房子拍卖掉了就完事了，这还无非就是哪儿跌倒哪儿再爬起来，重新来过。现在主要问题是，很多人把房子卖掉了，他的债并没有还完，他还欠银行的钱，你首付付了，已经把你收空了，完了贷了款，你已经还了几年了，利息没少还，结果本金一看才还几万块，还的都是利息，你还欠银行很多钱。把你房子卖掉之后，还银行的钱还不够，因为这里面还有执行费、什么保全费、律师费等等。也就是你不仅把你以前的钱全部耗掉了，你还欠银行钱，这个是断供的人、房子被法拍人的悲哀。对第二种人，就是买房的人，就是新房主。蔡英文说，他说当前法拍房以其较低的价格吸引着众多购房者目光，有的专家估计法拍房现在平均是房价的70%，实际执行起来是50%。参与法拍买房的人还希望继续往下压，导致整个房价下降，也影响原债权人的合理权益和还款资金。法拍房价格优势常常让购房者忽视了交易中的潜在风险，甚至放松了对房产基本信息的审查。许多购房者在竞拍前未能充分了解房屋的土地性质、产权状况、占用情况等关键信息，导致竞得后陷入各种纠纷。如一些法拍房可能存在土地性质与使用权转让限制不符，原业主和承租人拒绝配合过户和腾房，房屋质量问题、权属瑕疵等隐藏风险，甚至有清偿阻力、执行难题。这些情况不仅造成买受人经济损失，还带来长期的心理压力。买受人在维权过程中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却难以获得有效救济。有些买受人甚至陷入无法要求返还拍卖款，又无法实际占有使用房屋的尴尬境地。这种权益保护的缺失，严重影响了人们参与法拍房交易的积极性，不仅损害了买受人的合法权益，也降低了司法拍卖的公信力。也就是对买房的人来说，叫鸡飞蛋打，钱掏了，房子拿不到手。第三个是债权人，银行。当抵押贷款不能归还时，少则逾期，多致不良，加上房地产行业发展时期长，贷款数量大，在较长的时间经济不景气时，必然给银行带来不良资产上升，
经营压力逐步增大。如果不进行处理，银行业监管部门和股东必然会采取措施予以处罚。从信贷经理来看，如果是个人经手发放的贷款，负有清收责任；如果成为不良，还要被处罚，职级、工资、声誉等都受到影响，而且影响时间很长。因此，银行、信贷经理均积极主动推动依法拍卖，既是职责所在，也是利己本性必然。但现在是银行再要拍卖房子很难，你得到法院去排队，而且有的法院给你银行只有几个指标，你只能拍多少套，多了你自己想办法，没人给你拍。就是说法院的执行现在它的力量不够，资源有限，因为违约的、断供断贷的越来越多，法院也没办法。所以现在银行到法院申请执行，把那房子拍卖，也不是银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非常难。一切都是因为经济在下行导致的，这叫连锁反应。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，是一个大龄北漂优质剩女自述，主要是说年纪一大之后，相亲婚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。大家看视频。我今年33岁，硕士学历，优质大龄剩女，本来是不愁找对象，但是相亲的时候才发现，别人看的是年龄，看的是身体健康。33岁认识，起码35岁生孩子，相当于大龄产妇。之前有人说给我介绍个94年的小伙，对方觉得年龄不太合适，就是拒绝了。上周有人给我介绍了个40岁的，就简单聊了一下个人条件，对方就不回复了。我觉得自己好没用呀。今天星期六，就一直躺在出租屋发呆，也不知道干些什么。我以前的时候很喜欢出去社交，但是现在根本就不想。33岁，硕士毕业，却找不到男朋友，是不是有演绎的成分在？这个咱不好说。但是在上海或者香港，它就是这种情况。越是大城市，越是这样优质大龄剩女多，结婚难。这里面也很正常，因为他们自身很优秀，他们不会往下匹配，这是本能，他一定会往上匹配，或者是找跟他差不多的。他不可能找一个比他弱的男的，他找一个跟他差不多的或者比他好的，那这个男的，你想30多岁本身就不多，即便有，那人家恐怕已经结婚了，未婚的很少。即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未婚的，年纪比他发展的好的，但是人家也看不上他。也就是大家想象一下，一个男的30多40，发展的不错，有钱，他怎么会找一个33岁大龄剩女呢？所以你看那个相亲的人，那40岁的，一看他33岁就不跟他聊了，这叫高不成低不就，往下他也不甘心。所以说，女性越拖越往后，她相亲，她结婚就越难。所以你看那个城市越发达，像这种优质大龄剩女就越多，挑来挑去把自己挑剩下了，她也不愿意将就。那这个大龄剩女一多，实际上就导致个什么？导致首先一个房子不好卖，这婚房这块就少了。他不结婚，他买什么房子？像这些没结婚的，他一般都不会买，他肯定租房住。如果你买了房子，那更难嫁出去。你想他有房子，他得找个什么样的人？男的也得有房，所以你不利于房地产，也不利于稳楼市。第二个，他都不结婚，他不可能生孩子，那也导致新生儿出生率下降。我们再看农村地区，有大量的大龄男的找不到老婆，本来男女比例应该差不多的1比1，或者是男性稍微多那么一点点，因为毕竟咱们还是重男轻女的一个社会，所以这个男性比女性要多，同龄的多那么一点，这也正常。但基本上是5比5。那为什么会有女性大量的男性就农村里面找不到老婆，打一辈子光棍？你看看，因为大量的女的在这大城市单身，他们找不到更好的男的，也是影响了房地产稳定的一个原因之一。最后我们再看一条报道，彭博社星期五就是7月4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，为应对人口持续下降带来挑战，中国据报正计划通过发放现金补贴，鼓励夫妇生育，以提振经济动能。根据这项全国性计划，中国政府将向每名于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儿童，每年发放3600元人民币，一个月300块补贴，直至其3岁。尽管中国早在约10年前已放弃独生子女政策，
但人口总量仍连续3年下降。截至2024年，仍未见止跌迹象。2023年全国新生儿数量954万，不到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当年出生人数的一半，出生率持续走低，已成为中国经济面临重大结构性挑战。劳动力人口持续萎缩，对劳动供给和生产效率构成威胁。根据联合国人口模型预测，中国人口可能在2050年降至13亿，甚至2100年跌破8亿。婚姻率下滑是导致出生人口减少的关键因素之一，也就是结婚的人少。刚才咱们说了，大龄优质剩女越来越多，标志着结婚的越来越少嘛。而那些落后的小县城、农村，那些打光棍的男的，本来他们是生育的主力军，就农村的这生个3个的很正常。经济越落后的地方越喜欢生孩子，但恰恰他们结不了婚，就他们找不着老婆。中国结婚登记数量已降至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低水平，这势必将进一步压缩未来出生人口规模。这一趋势促使中国多地政府陆续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，从现金补贴到住房优惠，旨在减轻育儿负担，提高家庭的生育意愿。部分地区补贴力度颇为可观，其中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对生育第2个孩子的家庭发放5万元补贴，生育3孩及以上的给予10万元补助。这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就是结婚的这些人他不想生孩子，你怎么补贴都没有用。你1个月给他300，你以为他就会生孩子吗？刚才说了，那些想生孩子的那些落后地区、偏远地区、农村还有县城，那些男的喜欢生孩子，但是他结不了婚。你现在把他结婚的问题给解决了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